正所謂浪奔浪流，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，就係美麗嘅上海啦。Anthony China 中國女神夜上海係由探天下為你呈現。由吉隆坡出發5個鐘頭40分，終於抵達上海浦東機場。咁呢個國際機場咧，你入到去之後，發覺到有一個外國人專用嘅辨識手指模或者樣貌嘅 counter， 做晒所有程序之後，非常之簡單噶啦。即係好多人排隊啊嘛，其實正話排隊嗰度咧，就係 WeChat 方面嘅一個健康申報，就係你喺馬來西亞機場已經做咗噶啦。奇怪就係而家機場咧冇派白卡噶啦，抵達之後自己要去再填寫啊。抵達已經係半夜3更啦，所以選擇喺機場附近住翻晚啊。呢間唔錯下噶，大概150蚊一晚抵住。第二日朝早要離開機場附近，直接咧就搭地鐵去到市中心嘅。咁其實咧喺浦東機場係可以直達市中心嘅。咁啊我咧就去到外灘附近啦，租咗呢一間房。咁呢間房咧一晚大概都要成300蚊啊。其實最主要平時冇咁貴嘅，係因為5·1長假嘅關係，咁所以其實喺外灘附近咧都非常之貴啦，甚至乎有錢都租唔到住宿添。好啦，呢一間咧算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。我其實係 check out 嘅時候先至做呢一個 review 嘅，因為我覺得佢嘅地點真係非常好，好適中。無論要去到黃浦江嘅呢個外灘啦，又或者揾嘢食啦，去南京街啦等等都非常之方便嘅。咁啊，地鐵站大概都係行8分鐘左右就可以抵達噶啦。喺呢邊我係住咗2晚嘅。女神點可以冇好夥伴探天下呢？出國呢，如果大家想要 data roaming 嘅話，一定要揾佢啦，非常方便嘅。而且我揀嘅呢個呢，就係12GB嘅，用30日，因為畢竟我成個旅程呢有40日嘅，所以我帶咗2張卡嘅。大家可以 click 翻個 link 揾翻自己適合嘅吓。勁多朋友都問到啦，咁喺中國係咪真係上唔到 FB 啦、IG 啦或者 YouTube 嘅呢？其實佢係直接可以上到嘅，無需要擔心。大家留意住我嘅 live 啦。OK， 搞掂。好啦，食個牛肉麵先，再繼續行一行。其實由我嘅住宿咧，行到去外灘咧，會經過好多好靚嘅 building 嘅，12分鐘左右就可以抵達外灘噶啦，就係浪奔浪流嘅呢個地方。下晝嘅時間湧現人潮啦。再一次同你講，因為我嚟嘅時候咧就係4月30號晚或者凌晨啦，去到5月1號，5·1係中國嘅長假，會有3日，1號、2號、3號都係佢哋嘅公共假期嚟嘅，所以基本上喺中國任何大城市嘅景點咧，都係人山人海㗎。咁下晝嘅時間，其實你而家見到啊，唔算係多人㗎啦，只不過好曬嘅關係，所以我都決定咧喺附近行一行，兜個轉咁就算㗎啦。晚上再睇夜上海，因為上海嘅夜景先至係最靚㗎嘛，係咪？所以而家咧再行去遠少少，因為外灘好長㗎，所以我決定咧就行到去最北部，即係北外灘嗰邊開始，慢慢好 hea 咁行翻嚟。我諗應該嗰個時候就天黑㗎啦。不過當然啦，既然嚟到啦，睇下下晝嘅對岸，即係你見到嗰邊係啦，東方明珠塔，好現代化嘅建築物。下晝嘅時間係咁樣嘅，而去到晚上嘅時間，佢會變成好靚嘅夜上海。好啦，我先去食個飯先，因為咧係晚餐嘅時間嚟嘅，5點零鐘。呢一個燜肉麵係幾唔錯㗎，仲有個豬扒都好正。而家你見到嘅呢個地方冇乜人，因為佢喺北外灘，去到好北邊啊！我發覺到北外灘呢一邊咧，確實勁啦，因為亦都有一個名嘅叫做源外灘，即係外灘嘅源頭。喺呢邊開始一直慢慢行，你見到個景色好靚，好多人喺傍晚嘅時分會去踩下單車啊，或者跑下步啊咁樣嘅。你慢慢由呢個北外灘行翻去外灘嘅最主要人潮洶湧嗰一 part 嘅咧，其實需要嘅時間應該啦嚇，慢慢行躝咁滯咧，30分鐘左右啦。喂，經過呢一個油站咧，相當得意啊，係凌空唔係啤啊，係凌空掛住噶，所有即係嗰個油槍，哇，好有趣。而呢個油站嘅隔籬係一個網紅嘅咖啡店嚟嘅。你經過呢個時間，大概6點零鐘，啲燈開咗一半，而且個天色未暗晒，黃昏個 feel 係勁靚噶，晚霞同燈光嘅輝映真係確實不得了啊！呢邊唔可以飛 drone 嘅，雖然飛得好靚啦，如果唔係嘅話會被公安拉嘅。好啦，慢慢再行翻去，咁呢個附近呢，其實係英雄廣場嚟嘅。呢邊睇嘅東方明珠塔係完整版嘅，係最靚嘅呢個位置。但係唔知點解，好多朋友都係去外灘最中心嗰邊逼
其實呢一邊係可以影到相當靚嘅相嘅，所以大家如果下一次過嚟或者假期嘅時候咧，可以去到北外灘嗰一 side， 你見到個景色其實仲靚啲嘅。好啦，睇完咗一輪呢一個所謂嘅大睇啦，好現代化之後咧，我哋翻去到最中心，人潮洶湧、人山人海嘅呢一個冇錯，萬國建築嘅呢一區。咁其實當然啦，見翻啲建築啦，好有歷史性啦，而且而家咧已經變成咗唔同嘅銀行啊，又或者係領事館啊等等嘅。你見到人潮嗎？冇錯，而家呢個時間係7:30左右，人潮已經洶湧啦。據說咧5·1嘅呢個長假，上海外灘呢一邊突破咗歷年嘅紀錄，係有67萬人喺呢一邊睇景嘅。但係奇在，其實講真啊，我自己感受咧就係，雖然人多，不過好有秩序，因為動用咗勁多公安維持秩序，俾個 like 佢真係勁啊！